今天收到灣仔區的老闆發來的快遞，閘門加快速度拆開。這位老闆今天給閘門發來了一把大眾的汽車鑰匙，過來閘門這邊改裝升級了，拿到鑰匙按照老規矩先檢測信號，檢測沒有問題，再拿出拆解工具，把這個保護套拆開，拿出鑰匙，然後把鑰匙進行拆解，加快速度拆解出外殼，取出鑰匙的主板，然後就可以拿來升級改裝。閘門這邊是專業升級改裝汽車鑰匙的，拿出主板之後，老殼子再裝回去，然後這個主板放到固定台上進行升級，焊接所有線路接牢固，再拿出閘門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就可以液晶鑰匙選配了一個騎士黑色的，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，現在一把全新的大眾車鑰匙就升級好了。對比一下老鑰匙，外觀檔次完全不一樣，升級好的鑰匙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高級，而且還可以觸摸操作，跟手機一樣，也會升級新的功能，有升級靠近車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鎖車升窗。現在鑰匙簡單升級完成，重新測試一下，測試升級好的鑰匙沒有問題，就可以給粉絲車友發回去使用了。